梁子穎議員。主席，我發言係支持特區政府提出嘅有關大埔雲福苑火災後支援及重建工作嘅議案。大埔雲福苑5級火災敲響起本港樓宇大廈大型維修工程安排同埋管理嘅制度，本港樓宇消防系統嘅設計同埋管理，以及香港城市發展環境之中對救火救災嘅配套安排。喺新時代發展嘅需要之下，同埋咁嘅情況我哋需要及早全面檢討過時嘅制度、落後嘅管理，特別係喺固有存在嘅利益藩籬問題同埋僥倖嘅心態都要作出調整。香港社會整體上下都要認真同埋務實去改革、改變同埋改善現有嘅情況。現時最重要嘅工作都係提供可行嘅方案，讓到受影響嘅居民能夠早日重建家園。但係前提必須要將現時雲福苑樓宇嘅現況讓到每一位業主都能夠清楚明白，業主先能夠有一個更明確同埋堅決嘅決定。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透過一戶一社工嘅安排將相關嘅資訊以保密嘅方式傳俾每一位嘅業主。我相信呢個安排既唔會係妨礙特區政府喺刑事調查同埋處理整個屋苑嘅後續安排，更加係可以加快處理安置嘅問題。我個人認為現實上係唔能夠整個屋苑進行搬遷，亦都唔係每一個受影響嘅居民都會有同一個決定，所以多元方案正係可以解決問題。例如透過樓換樓嘅計劃啦，居屋2025、綠置居2025、白居二2025都能夠提供一定比例嘅單位係優先幫助雲福苑受影響嘅居民。如果某一部分嘅業主亦都係屬於全長者戶我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特事特辦，讓到佢哋能夠入住公營嘅房屋，豁免以往申請嘅限制，讓到佢哋能夠早日可以安享佢哋嘅晚年。我相信現時雲福苑居民最擔心嘅都係本身而家佢哋嘅樓價或者政府全面收購個價格問題。現時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同埋建議走出嚟，係好多個數字都影響到災民佢哋嘅情緒。我希望社會大眾係盡量避免討論有關樓價呢個價格嘅問題反而將呢啲工作留翻俾特區政府去處理。我亦都期望政府如果係推出任何計劃，例如樓換樓嘅計劃，或者係重新申請居屋、綠置居或者白居二等等我建議政府都可以提供額外嘅樓價折扣，讓到業主可以更容易購入單位，早日解決佢哋長遠嘅居住問題。另外最重要嘅工作都係追究責任同埋追討賠償。喺搜集證據方面，我要感謝政府執法部門一直努力不懈，利用唔同嘅方法、先進嘅科技去搜證，應用一切可行嘅資源用最快捷嘅方法，亦都拘捕潛在嘅違法者。我十分認同政府係全面向災民係收購所有嘅業權，並且委任管理人處理雲福苑現時嘅管理工作。呢方面可以大大節省資源，統一所有索償嘅程序，更加全面地去幫助整個屋苑進行申索，獲得更好嘅賠償，避免眾多業主有唔同意見影響到賠償嘅份額。我希望雲福苑所有業主都認同呢個方法，統一同埋集中讓到特區政府去處理。呢個方法係幫助業主係爭取最大嘅權益，亦都簡化往後所有嘅法律程序。我亦都期望特區政府能夠係推行除咗一戶一社工之外可以推行一戶一義務律師同埋義務顧問，為每一個嘅業主能夠提供更多嘅專業意見，讓到業主能夠全面掌握法律同埋物業嘅情況，為自己係作出最好嘅決定。我期望呢個新嘅安排可以幫助業主獲得更有用同埋更豐富嘅資料，為佢哋自己嘅生活係作好最好嘅決定。最後我都要感謝特區政府上上下下所有公務員，無論係前線嘅消防員、警務人員、醫護人員，或者係後方支援嘅政府同事，更有無數無私奉獻嘅市民、關愛隊嘅成員，你哋都係香港嘅英雄、香港嘅驕傲。我期望香港所有市民經歷呢次火災之後都能夠係自我深刻反省，每日做好自己，做好各項防範災難嘅工作，讓到生活同埋工作嘅環境係更加安全，大家先至可以能夠有安定同埋快樂嘅生活。主席，我謹此陳辭。